廣東話教室擦鞋。廣東話嘅擦鞋係指奉承人哋，又或者拍人哋馬屁。呢一個字通常都會用喺為咗討好某個有權勢嘅人，又或者好重要嘅人。而擦鞋呢一個詞係源於以前幫人哋擦皮鞋嘅行為。喺舊時，幫人哋擦鞋係一種好低微嘅服務，係攞嚟形容一個人為咗巴結人哋，做出一啲過分討好嘅行為。擦鞋嗰一個人所講嘅嘢唔一定係真心嘅讚美，可能係為咗等自己有多啲回報，又或者攞多啲好處，甚至乎係為咗避免麻煩，所以先至講。例如你做嘢嗰陣見到有同事係咁讚老闆，而且又唔係出自真心嘅，咁就可能係擦緊佢鞋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佢係真心咁讚緊人，咁佢就唔係為咗好處，所以就唔算係擦鞋嘅一種啦。